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肥妹。最近你哋係咪偷懶啊？都唔點讚嘅，點解？本來就限流噶啦，你哋都唔點下讚，真係啊！哇！呢個起手牌一睇就知咩回事啦。唔做牌對唔住自己啊！正，第一隻入隻銅先。摸咗隻鬼咁，而家就可以拖牌啦。拖4筒同8筒，求其隨我揀啦。咁我選擇拖我個好朋友嘅。空2筒我就單吊鬼，冇辦法啦，必爆啊！所以佢衝出嚟嘅話，我只可以講爆佢啊！3、7西發財，4隻馬135粒。上一隻都唔得啊，仲未有鬼呢份牌。哦，而家等一隻我就可以叫啦。4筒係鬼嚟嘅，3、4筒冇得夾死嘅。好嘢，連摸2隻鬼，自摸自摸。26藍紅中冇啊，再攞10隻。每人39粒，幾好幾好，平胡食出爆胡嘅氣勢啊！哎呀，我自己打嗰隻9萬出去嘅，唔緊要啦，又求返啦。好地地喎，爛晒地，我打9萬嗰隻。兩隻間隻都唔打。隻藍應該係有返嘅。
兩隻鬼可以開平壺。每人30粒，OK 㗎啲馬仔。可以啊，摸隻鬼馬上叫啊，平壺。即叫即食啊！快過嚟接好運啦！又嚟一次10不中啊！繼續，每人45粒，拜拜。